去哪里啊？妈妈，妈，哎，你这里，可以呢。俺可别是的，肯定我爸爸嘛，那一点项目在那干嘛？哎呀，啊个项目啊？啊。我的不被什么嘛？哎，我的嘛，那你妈怎么做？俺那叫他们就豆腐也什么？哦，我嘛都讨不什么那个哦，好我的哦，看那个玻璃嘛，来，一个喝水，来，你看那里，哎，喝水，我就把我哎，那我拿来这个，这个嘛，哎，什么？豆腐叶怎么？哎，有今天豆腐叶怎么？拿不上。那你妈拿去。哎呀，就这个时候吃的那是。可什么嘛？可么嘛，不饿就你。我怎么那有的可是有啊？那个我的。我姨妈了，过来嘛是这家的嘛，你啊，这个那你煮的，那都光这家吃了啥嘛？我这头那在店里嘛那个可还是不多了呢，就有时有家过，这家了不多呢，可还是不了，有时在的这家过我们后里嘛这头吃了不多，那个呢，可还是不了，他说我们弄这里第二个的了，弄的木泥石呢，在那这里弄的纯泥石呢。家米土那个不那倒是老小嘛，咱们啥的我这家都老小。那现在国家可多小样个怎么？我怎么你说小样那一嘛，或小就是买着老的了。如果用盐去吃了它呢，那盐的那再来说是盐个，而且吃的盐个，那是为这什么吃？
年里是不是第一年干来嘛的？啊，可干起有嘛，有不跟你的那起了呢？可你嘛塞完俺那啥嘛拉的第一年嘛过。别想着嘛。来或者干，我来或者是你，那干起嘞，要给你讲那里嘛。那你大国家都有就是咱们就老些嘛，他学下呢，去年干呀。是吧？我操，你别想嘛。家干吃嘛，做着的。我那个就花销大多少给我。俺嘛，明特化中。按钱的贵啊。按钱的就。俺那项目嘛。哦。啊，地图去。那可不咋个来着？啊喏，那铺嘛。啊那的嘛。我他妈个走，他妈真是那他妈，他妈呢？有你有你说的小大的嘛啊可，咋子？哦。这点我都嘛你们打的嘛？你说那个？哎，你说那个？啊喏。啊，他地上了。啊米他，那你嘛，那切不呢就不要到他地了呢，这个还得嘛嘛。啊我，那不是这。啊你嘛，啊可以的。我说，啊我干，没有这个，没那个，我给我。哦，你看，奶是多少？还有咱们花牛。那么奶是这样的，你觉得吗？那我就讲。可是做吧。喂，要多远了不？哦，来子涵，哦，有啥老板是地方哎？我嘛，有啥嘛？哦，我这都忘了。你干嘛？阿里嘛，那啊走嘞。哦，是人家去山里都是你和我哪有嘛？那哦，那你得骗么个？那不是可是。咋，俺那咋样子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懂吗？那个，你再多点个像毛的。啊，都有哎，你看，啊是那个，啊你一个月。哦，啊都有也都我明白不行。啊懂嘛？这里吃哈他呢？是叫可家的干嘛？是最怕嘛？这里过他们的过这里都很啥呢？这是比形式。那，我的米，我嘛有时呢，吃那个是啥当不懂啊？可是啥？我在有钱我的也嘛，我有钱叫他呢，我有一个的。我在我跟你有家叫个叫了，以后嘛得偷偷嘛加个我他，我会做他，我到过有时我些。说到个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个今天我做的事呢。哎。我脖子下下。对，这是呢，你等好不？他妈米了不要？从哪？火锅完了。从哪火？从哪？从哪找到？你把手里怎么接个？咋接个？把手。我才晓得。啊你还够了呗？啊你有没得还够了呢？Bisa jangan no. Buna jangan buna.